台南市65歲以上的人口，到去年114年的10月，已經高達20%。為了延緩長者適齡，市府衛生局推動長者健康促進站，有了專業的延緩適齡運動的指導員，帶領長者進行心肺有氧、肌力加平衡力的訓練等功能性的運動，並且融入林地的訓練，延緩失智。我們這個的課程呢，它是屬於就是功能性的運動。那我們課程呢，就是會包含了蠻多種元素。那像今天主要是以心肺有氧為主，那訓練長輩的這個心肺能力。那我們除了心肺能力外，我們還會有肌力訓練、平衡訓練，是一個多元的運動課程的部分。課程除了表定的心肺有氧、還有肌力、還有平衡之外，每一次的課程訓練都還會再加入一些認知，讓長輩可以動動腦，就是延緩他們的失能，然後同時也可以促進他們去動一下腦袋，避免說平常都是做同樣的動作。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陳寶慧表示，會館會用成為健康的促進站，唔定領先全市27大醫師公會團體，更加創下全國25個縣市藥師公會的首例。未來該計劃總共規劃了80節課，除了一半是運動的課程，其他還包括生活手作的 DIY 的活動。課程裡面呢，也不會說很無聊哈，其實是很生動的。那2個小時裡面呢，有1個小時呢，我們是邀請立藥運動公司，他會協助這個運動專員有做一些健康哈，減少他們一些增加心肺以及減少肌力的損失的這個讓他們健康的方面。那一方面呢，也會有一些像我們也會邀請我們的藥師來做一些專業的一些像用藥諮詢、正確用藥以及慢性疾病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識。那除了這個以外呢，我們又有邀請相關的一個專業，像營養師、職能治療師、社工師、護理師，還有一些語言，就是一些復健師之類的，來協助這個長者的一些課程的計劃。上午第一節課邀請藥師來教導長輩製作中藥的防蚊包，利用各種的中藥材氣味來干擾蚊仔的偵測，達到趕蚊仔的目的。因為蚊子的話，它會有一個化學偵測器，它會去偵測到我們的那個氣味，偵測到我們的一些那個溫度或一些二氧化碳的話，去叮我們。那中藥防蚊包它原理的話，主要是利用這些精油，這些我們那個植物它的一些精油的話，會去干擾它的偵測，所以它就不會去叮我們。那它的重點在於說，它主要是讓蚊子它會迷失方向，比較不會找到人去叮，所以它主要是驅蚊的效果。看到長輩真有興趣來學習製作中藥的防蚊包，有了藥師公會提供場地設備，並且聘請專業的師資。藥師公會希望會館所在地承德里、甲着小北里的長者會用踴躍來報名參加。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